香港嘅網絡速度位居世界前列，部分優勢咧係源於香港係亞太區嘅互聯網樞紐，而呢個地位咧有望進一步鞏固，因為 Google 同 Facebook 公佈將會建造一條連接香港同洛杉磯嘅超高速海底光纖電纜，咁到時亞洲同美洲之間嘅網絡將會更快更穩定。06年嘅台灣恆春地震，可能好多人都冇咩印象。不過大家或者記得，當時有海底電纜受地震破壞，令香港網絡受影響，連上網都成問題。不過類似嘅風險有望喺幾年內大幅減低，因為科技界龍頭 Google 同社交網站 Facebook 計劃同中國軟實力科技集團合作，鋪設一條連接香港同美國洛杉磯嘅海底電纜，希望有助提升亞洲地區嘅網絡穩定性，避免天災導致全面斷線。以往連接美國同亞洲嘅電纜通常係先經日本，再轉駁唔同城市。不過，計劃中嘅太平洋光纜網絡系統將會由香港南區嘅深水灣連接到洛杉磯，全長12800公里。落成後，將會係全球第一條直接連接香港同美國嘅光纖電纜。新電纜嘅傳輸速度可達每秒120個 Terabit， 比傳統電纜嘅速度快1倍。即使香港同洛杉磯同時舉行8000萬個高清視像會議，都唔成問題。Google 同 Facebook 都未公布電纜造價，有報道就估計造價可能超過30億港元。預計電纜將會喺2018年夏天啟用，屆時連接亞洲同美國嘅網絡將會更有效率，而香港亞太互聯網樞紐嘅地位亦有望更鞏固。